真理之杯，先知嘅教導。第一章，呢個就係真理之杯，係引導你哋認識造化嘅法則同勸導，以及佢顯現本質嘅話語同準則，令你哋得以實踐生命嘅準則同價值，使你哋能夠將當下嘅存在導向愛、和平同自由，並達到和諧同智慧。呢個真理自諾科德尼安 （Nocodemian） 以嚟，由宣示者、先知所傳下，至新時代為止，總數將為7位為止。萬物生命即造化嘅誕生，以及其法則同勸導，係你哋人類必須履行嘅責任，因為唯有咁樣，對真理嘅認知先可以轉化為智慧，而正正係呢一個智慧帶嚟內在世界，即意識。一切成長同升華嘅精華，即本質，唯有原初之力造化嘅法則同勸導，先可以成為你哋人類塑造生命並實現其圓滿嘅依靠。因此，唔好從你哋自身嘅理智中創造出違背造化之規律、法則同勸導嘅法律。呢啲法律只會削弱、扭曲真理，最終損害你哋自身嘅福祉。如果你哋人類願意令內在繁榮昌盛，但就唔好喺自己心中滋生不滿，並活喺真理之杯中，依循真理而活，即係喺認識現實嘅基礎上建立確定性嘅生活。唔可以走向虛妄之事，亦唔可以詛咒造化嘅法則同勸導，因為咁樣嘅行為會遭到嗰啲同公平公正有責任感相連之人嘅排斥。因此，唔公平之行同真理之杯相違背。祈禱應該指向自己內在嘅世界意識講出嚟，因為正正係呢一個內在透過語言同思想同理相連，並隨住真理之杯嘅引導而成長蛻變。自身內在世界意識嘅升華進化，應該只係為知識、真理同愛、和平同自由以及和諧同智慧而服務，並應該以真理之杯為起點，以實踐生命嘅意義為目標，而唔係墮入災難同不當嘅行為之中。